因为国校的便所有的灯光较暗，致使有的学生囡仔唔敢去上便所。即马新竹市就专工找设计师改善即寡状况，甲便所设计甲真有定式，唔若通风通光，佮解决排水的问题。黝黑的灯光加上各级的木造地板，放眼看过，白书来到温泉旅馆，你可能想袂到，这竟然是一间小小的便所，唔但开放通风，而且解决排水问题。有学生讲，即马下课较袂排斥走便所。以前就白白的，没什么，就跟外面的厕所差不多啊，没有太多的改变。啊，对，还有晚上的时候超级恐怖的。为什么很恐怖？会有鬼出现，感觉会有鬼出现。那现在的厕所呢？你觉得长相？现在的厕所有变比较干净，对。然后呢，小便斗也有变得比较大，马桶也变得不一样。觉得比以前的厕所更干净，然后卫生条件又很好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布置，就变得更舒适。除了这款看起来真温暖的，其他学校的便所，也有亲像这款顶悬吊一只船仔，佮加上蓝色壁面的设计，规间便所充满海洋色彩。厕所它是一个可以说很重要，但是又常常会被人家忽略的一个空间，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提供学校老师、师生跟每一个同仁这样。给他们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如厕的环境，这样。师生在使用上，当然是觉得是说，我们的老旧厕所经过更新之后啊，学校的厕所变得好文青，然后学校厕所会让孩子不再那么的一个惧怕哈，尤其对于国小的幼童来讲，对于学校的厕所会更加的喜爱跟喜欢。相对的，他们也对于学校的环境维护跟环境的清洁也对更加的一个重视。新竹市是为2015年开始进行老旧便所的改善计划。过去5档，总共投入去1亿2000万，改善33间学校，299间便所，而且每间便所拢有无同的设计，希望更较清气的便所环境，也对因的学习有帮助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